16. 養生保健抗衰老，點樣幫你嘅肺保持年輕？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光臨我哋嘅頻道。作為一個關心健康嘅你，係咪有時會覺得，點解人越大越容易喘氣，或者跑幾步就覺得氣唔夠用？其實呢啲都同我哋嘅肺有關。肺係我哋呼吸系統嘅大腦，負責將氧氣送入我哋嘅身體，同時排出二氧化碳。但係隨住年紀增長，肺功能會慢慢下降，影響我哋嘅健康同活力。所以今日我哋就嚟講講點樣幫你嘅肺保持年輕，延緩衰老，讓你繼續活力充沛，過健康嘅人生。肺點樣隨年齡變老？話說我哋嘅肺喺20至25歲嗰陣係最 fit 嘅時候，功能達到頂峰。但係過咗35歲，肺功能就會開始慢慢走下坡。點解會咁？簡單嚟講，肺衰老同以下幾個因素有關：一、肺細胞減少，組織變硬。隨住年紀大，肺入面嘅細胞會慢慢減少，同時細胞外基質一啲支持組織嘅物質會無序增加。呢啲變化會令肺部組織失去彈性，變得硬邦邦，影響氣體交換嘅能力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你嘅肺好似一條舊晒嘅橡筋，唔再咁有彈性，唔夠力幫你順暢地吸氣同呼氣。二、肺泡同氣道嘅變化。肺入面有好多細細嘅氣囊，叫肺泡，負責同血液交換氧氣同二氧化碳。但隨住年紀增長，肺泡附近嘅膠原纖維會亂晒龍，彈性纖維又減少，結果令肺泡管同氣腔變大，影響氣體交換效率。呢啲變化仲會令你嘅呼氣速度同呼氣量減少，特別係喺用力呼氣嘅第一秒 FF1 同總肺活量 FVC 上，數據會一年年下跌。統計顯示，過咗30歲 FF1 每年大約減少30毫升。聽落好似唔多，但日積月累，影響真係唔細。三、呼吸機同氣道嘅問題。年紀大咗，呼吸機好似橫膈膜同肋間肌嘅抗拉力會下降，氣道又會變窄，導致好多老人家呼吸變得短促、高頻，覺得氣喘。呢啲變化同血管同薄壁組織變硬有關，影響咗肺嘅靈活性同效率。四、免疫力同黏液清除能力下降。肺唔單止負責呼吸，仲係我哋嘅第一道免疫防線，靠黏液同纖毛幫手清走塵埃、細菌同病毒。但衰老會令黏液纖毛清除能力減弱，免疫防禦力下降，結果肺更容易受環境刺激，例如病毒感染或吸煙傷害，增加患病風險。雖然呢啲變化唔一定會即刻引發疾病，但衰老嘅肺真係好似一個脆弱嘅老朋友，一唔小心就容易受傷。所以了解肺衰老嘅原因同影響，對我哋養生抗衰老真係好重要。點樣幫你嘅肺保持年輕？好消息係，雖然肺衰老係自然過程，但透過一啲健康嘅生活習慣，我哋可以延緩呢個過程，甚至幫肺保持活力。以下係幾個實用嘅方法，等你嘅肺繼續青春常駐。一、戒煙同避免二手煙。吸煙係肺部健康嘅頭號手，香煙入面嘅化學物質會破壞肺細胞，加速肺衰老。如果你仲有吸煙習慣，無論你而家幾多歲，戒煙永遠都唔遲。研究顯示，戒煙後肺功能可以慢慢改善，特別係戒煙早期，效果最為顯著。同時，盡量避免二手煙同空氣污染，例如遠離車多嘅馬路，或者喺霧霾天戴口罩。二、多做有氧運動。運動係幫肺保持年輕嘅好方法。有氧運動例如快步行、跑步、游水、踩單車可以增強呼吸機嘅力量，改善肺活量同氣體交換效率。建議每星期做至少150分鐘中等強度嘅有氧運動，例如快步行半個鐘，一星期做5次。記住，運動唔使太激烈，
持之以最重要。3. 練習深呼吸同肺部運動。深呼吸同特定嘅呼吸練習，例如腹式呼吸或瑜伽呼吸法，可以幫你增強肺功能同氣道靈活性。試下每日花5至10分鐘做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感覺你嘅肚脹起來，然後慢慢呼氣，重複10次。呢啲簡單動作可以幫肺保持彈性，仲有助放鬆心情。4. 食得健康，幫肺補充營養。飲食同肺健康息息相關，多食富含抗氧化劑嘅食物，例如新鮮蔬果、西蘭花、藍莓、橙、堅果同全穀物，可以幫肺對抗氧化壓力，減少細胞損傷。Omega 3脂肪酸，例如三文魚、亞麻籽油同維他命 C， 亦有助保護肺部組織。記住少食加工食品同高糖高脂嘅食物，免得增加身體嘅炎症反應。5. 保持室內空氣清新。室內空氣質素對肺健康好重要，經常保持家居通風，減少塵蟎、霉菌同化學污染物嘅積聚。如果住喺空氣污染較嚴重嘅地區，可以考慮用空氣淨化器，幫手過濾空氣入面嘅有害物質。仲有養啲室內植物，例如蘆葦或綠蘿，都可以幫手淨化空氣，仲增添一抹綠色心情。6. 定期檢查肺功能。如果你已經40歲或以上，建議定期揾醫生檢查肺功能，例如 FEV1 同 AUVC 測試，及早發現問題，可以幫你取措施減慢肺衰老速度。特別係有慢性咳嗽、氣喘或家族病史嘅朋友，更加要留意。7. 預防感染，保護肺部。肺衰老會令免疫力下降，所以預防感染好重要。記得每年接種流感疫苗同肺炎球菌疫苗，特別係60歲以上嘅人士。平日多洗手、戴口罩，減少同病菌接觸嘅機會。仲有保持良好嘅睡眠同減壓習慣，都可以增強免疫力，間接幫肺健康。點解關注肺健康咁重要？肺唔單止係我哋嘅呼吸引擎，仲同我哋嘅整體健康有密切關係。肺功能好，身體氧氣供應充足，精神同活力自然好。相反，如果肺功能下降，唔單止會覺得氣喘，仲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、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同其他健康問題嘅風險。所以養好你嘅肺，等於為你嘅健康同長壽加分。尤其喺現代社會，空氣污染、病毒感染同生活壓力都係肺健康嘅挑戰。加上我哋無可避免會變老，提早取行動保護肺部，等於幫自己儲蓄一筆健康本錢，讓你喺未來嘅日子都可以繼續享受人生。總結，讓你嘅肺同你一齊青春常駐。肺衰老雖然係自然嘅過程，但只要我哋用心照顧，係可以減慢呢個過程嘅。透過戒煙、運動、健康飲食、保持空氣清新同定期檢查，我哋可以幫肺保持活力，延緩衰老。記住，健康嘅肺唔單止幫你呼吸順暢，仲係你活力人生嘅重要基石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俾啲愛你嘅肺啦。試下喺每日生活入面加入1-2個健康習慣，例如做下深呼吸、食多啲蔬果，或者去公園散下步。點滴嘅努力會為你嘅健康帶來大大嘅回報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。同時，亦都希望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，請多多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拜拜，下條片再見。